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绍介这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字就是“就”做名词，意思是用梵音发音的经文，像咱讲大悲咒。若做动词，毋但是讲骂人歹听话的意思，嘛有怨叹讲人毋对的意思，像讲因某咧咒无钱。另外，甲天地神明立誓，若是有违背，甘愿受神明责罚，这就是宣誓。像讲“tsiù是”，要带大家做伙来绍介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“tsiù-mē”，这个意思就是讲一寡歹听话，会拍触衰的话甲人骂。第二个词“tsiù-tshàm”，代表用恶毒的话甲人骂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伊定定甲人tsiù-tshàm甲真歹听，人面头前无想要得失伊，结果拢伫咧后壁甲伊tsiù-mē甲真歹听，安尼实在是落水白白沉，全无动头轻。今仔日绍介这一字“tsiù”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